哇！而家阿 K 望緊嘅就係香港最出名嘅維港煙花海景，住喺度咧就唔使出去同人逼，可以喺屋企好舒服咁樣咧去欣賞到我哋香港嘅煙花啦。同大家講一個故事啦，新鴻基90年代咧就買咗呢一塊土地，起咗呢一個嘅豪華屋苑，咁一路咧都係只租不賣，非常之惜售。直到去2020年咧，佢就將所有嘅單位全面翻新。經過發展商全面嘅翻新之後，個感覺咧就好似嚟到咗一個全新嘅現樓。新鴻基咧喺呢一個細節位係非常之用心㗎，難怪佢一直咧都深受我哋香港啦同埋內地民間嘅歡迎。大家睇下，就連呢一個咧私家電梯大堂嘅走廊位都係全面翻新過㗎。嚟到咗主人套房嘅呢個空間，最正嘅咧係有呢個景觀窗，可以俾你180度把握香港最出名嘅維港煙花海景，而且個窗台咧都闊過人，咁方便翻主人咧可以隨時喺度一邊嘆低一邊欣賞咁靚嘅美景啦。發展商將全屋嘅地板重新鋪設過，令到成個空間感更加明亮舒適，分體式冷氣機都係重新安排過，巧妙地營造翻一個高樓嘅感覺。佢每一個房間都配置咗呢個日長式嘅感應燈衣櫃，提供咗一個充足嘅收納空間俾你去放翻4個嘅衣物。呢一個嘅主人套房嘅浴室，除咗俾咗呢一個雙面洗手台，另外咧，亦都俾埋一個特大嘅一個浴缸啦，同埋一個淋浴嘅空間。第二個客房同樣地都係望翻呢個咁靚嘅維港海景。另外兩間客房咧就係望翻呢個太平山嘅山景嘅。而家一齊跟我去睇啦，喺度就可以望到我哋香港山頂嘅凌霄閣啦。咁喺上面咧就可以飽覽到360度一個香港嘅美景啦。背山面海，空氣都清新過人。每一朝頭早擘大眼咧迎接你嘅就呢個咁綠油油嘅一個山景啦。咁呢個第4個房間咧，同樣地間隔方正實用，亦都俾埋一個石牌嘅衣櫃你哋啦。發展商將成個廚房嘅儲食同埋收納空間全面提升。入到嚟咧，首先係一個中度吧台嘅位置，方便大家去到簡單用餐。紅酒必備嘅呢個標配紅酒櫃、專門雪櫃。呢一邊咧亦都係一個備餐嘅空間。去到呢個位置咧，就有呢個蒸焗爐啦同埋烤箱。咁去到廚房最後啦，就係呢個工人姐姐生活嘅空間啦。咁呢度提供咗一個2萬尺咁大嘅一個住客會所。入邊咧係有一個恒溫泳池啦、網球場、壁球場同埋呢個投影嘅高爾夫球場，配套係非常之豪華噶。另外喺校網方面亦都係位於呢個名校林立嘅11小學校網，同埋呢一個嘅中西區中學校網。坐車唔使10分鐘就嚟到咗呢個中環站，返工都方便過人。唔講咁多啦，我而家要過海見客啦，記得點讚、關注同埋分享信息俾你親朋好友啦。我哋下次再見啦。